放鬆，合埋眼睛，做返一個深長嘅深呼吸。召喚聖若曼 Master 嚟到地球，觀想前面有個地球，觀想紫火去療癒地球嘅情緒體。我哋再療癒地球嘅地殼，使佢哋穩定。我哋再療癒地球嘅大氣層，我哋再療癒地球嘅水，等佢哋平均分布。我哋再療癒地球嘅水晶體、礦物質、礦物王國 Crystal Kingdom， 療癒所有植物，令佢哋健康成長。我哋療癒好我哋嘅動物，天上嘅動物，地表嘅動物，海洋嘅動物，泥土以下嘅動物，所有動物 Animal Kingdom。我哋送紫火去療癒所有人類，無論係邊個國籍、邊個宗教，所有人類。我哋療癒下一代，我哋嘅小朋友。希望佢哋繼續快樂成長。療癒喺戰爭之中、喺災難之中受苦嘅朋友。我哋療癒好自己，所有我哋身邊嘅人。感謝聖若曼。多謝各位。Namaste。